来看台南市的牛油果哦，因为温度真低，佮落雨，调果率是真歹哦。伫相关单位的会勘哦，确定讲产量是减超过25%，嘛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哦。最近哦，会佮来公告专区是牛油果天然灾害救助的区域。上旧年包偌济？包3000粒。即马？今年看你看30粒无？你甲算？原本应该满满是的裤内啊，果子煞开甲真细人，农民只好赶紧甲村的较细粒的裤内啊用袋啊套条。另外一边的情形搁较严重，人火无齐全，也是全拍整，连一粒拢无。台南大内的裤内啊，受到3月低温甲4月落雨的影响，调果率无好，原本每一丛平均有200粒以上，不过今年剩20粒，根本是白了工。农民种几10年，毋捌拄过这款情形。早晚温差太大了，还会透早10度，到中昼30几度，整片都是白茫茫，你已经看到白茫茫，收不到2成，1成多。台南种裤内仔的面积大约有680公顷，是全国上济。主要产地有大内、关电、麻豆等所在。最近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，产量减少25%。民代针对这款情形，邀请相关单位会勘，因之认为损害程度对25%到30%，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。发现真正是今年落雨的时损非常严重了，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了哦。我嘛会到我嘛已经食公文上去农粮署的地方，拢是爱去公布的哦。今年裤内仔的栽情对冰冻开始，去年这个时阵裤内仔挂价平均每公斤220块，即马已经称到300块。农业部会勘发现，早生种、中生种、慢生种的裤内仔调果率拢无好，最近就会公告专区纳入天然灾害救助，希望农民的损失会当降到上低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